俗语讲了好。过年的时间吼，大家足欢喜的，就是拢爱出去耍嘛吼。啊，上欢喜一件代志就是坐回轮机要出国去啦。啊，迄人拢走出来，足侪人啊。啊，唔知影敢会当顺利过海关呢？吼，安尼即摆就甲伊看落去。好，贵好。等，少年，啊你咪规块面红记你啉烧酒啊？什么红记？红哥恰气，人情当的嘛红。小弟，分者，分啥？我送你知无？我送你知无？你想啊？我送你唔知？我送。这怪怪有点贵，什么人都唔知。啊你来面红甲人啊你？我较多食迄麻辣锅啦，大蒜麻辣火锅啦。对。啊，火起来啊，面红红啦，系啊。莫搞我误会啦，我想啊。你想，你家己看你的名，你想，我连做菜哥你这。来，我爱好食。安怎？是你相片无啥共款，有啦，足共款的，拢共款水啊。相片面仔较细个。无啦，迄有小图。安怎？不对。你看到我是真水，足紧张的哦，手咧抓的哦。我唔捌看迄女客才搞的。你规矩来，照规矩来。蹦者，想要蹦，爱蹦咯。大家拢安尼。真正爱蹦。这新鲜爱啊。啊，这蹦我敢会卡咪？你蹦啊，迄进口的。啊，我甲你讲啦吼，我即摆吼去香港啊，我已经足控制啊啦。我一天吼，敢若食8顿尔，8顿。因为吼，我平常时啊拢食16顿，我减一半，你知无？煲仔饭啊，吼，迄菠萝包啊，啊，搁迄辣味饭啊，吼，迄什物，足济啦，吼。安怎？迄个主管，安怎？迄个校长386 kilo。什么 kilo 啦？放弃吧。小姐，安怎？是叫你蹦行李，唔是要蹦人。是叫你蹦行李，唔要蹦人啦。哎呦，你是不是要较早讲的，害我徛遐久着。你徛讲蹦会歹呢？无，我就是讲这蹦哪遐细，敢是有人惊的。你是头一个坐回轮机哦，都无对啦，我头一届啦，你看袂出来吗？会用你吼，安尼啦。好啦，无过去，好。对啦吼，我要走哦。你走，你有法度走。别甲我溜乱哦。溜乱。不要。等，tấm là sống là lụng đen hà mà lấy hè 你讲啥？ lụng nó hà mà không thúng liền hai tiếng ba lụng thúng là hà bài khai không một 你讲，校長，拜託，拄着一科，你是考試入來哦？伊講泰文你也聽無啥啦？這泰文你聽有？你這厲害？這最明嘅炸前嘅飛機。cái này sao ban cái này con làm cái gì một nhà ngáo làm sao hà mà hà lụng nó hà nình tung cái hà này còn mà cái này hả mày chỉ mà hoàng miền mỹ được thay ít hòa làm mày我làm咩啊？nghìn cái một nghìn trắng anh này chứ một nghìn cái mì quỳnh quyết nghìn ngang mà bữa là xưa nó con là ho đi ăn công tại đi ra công mà这最明嘅炸佢啲飛機。袂使啦。是啊，第二嗱，你聽我解說。咩第二？你日本時代哦。唔係啦，唔係你聽我講嘛吼，這吼阿詹咪吼，喺媽祖婆吼，搞我托夢啦。叫你選總統。冇啦。媽祖婆講吼，這水吼一定要帶你喺身軀邊24點鐘。嘿，啊，我即麼上飛機吼，你嘛甲我拜託者，你無看到我嘅面子，你看到媽祖婆嘅面子頂頭嘛，對無？吼，啊，我先來去。冇啦，唔是媽祖婆咧，媽祖婆。你好。耶！冇啦，你等一下。等下你箍了橋。我等。伊講到啲媽祖婆嘛是咱神明。我知。啊，即係排處理。就講24小時明嘅離。媽祖婆，伊講袂用嘅離心嘛，就簡單叫啉你不多啲就好啦，袂離心啦，拢啉掉就好啊。阮婿甲講，你講袂使離身軀嘛？係啊，去你巴肚內底。
起来巴肚来。透冻的，哦，甲啉落。哦，好好好好。 24点钟嘛袂使放了。这句免啦，你看哪要放放不？是啊，我是甲提醒啊，我好心甲提醒，伊讲马祖无交代24点钟袂使离开身躯，所以你妈都有机心哟。我有手令，袂使放了，别放你。哦，啊，甲啉落，谢谢谢谢谢谢。啉落，啉落，谢谢啦，谢谢谢哎，谢。啉落啦，好啦，记你飞机别。哎，啉落啊，哎，你来哈，啉落啦。哦，好好好。哎呦喂呀！我这集做歹今谈年，马祖交代，马祖讲，穿大贵，喂，哎，好好好，头开，来，袂使离开，头壳带落来，全部清气啊。交代明的离心嘛，啊，对身躯啊，对完全无离开啊。这段会使 NG 佮定来看3届，伊就差不多后边唔敢来啊。伊固定的啊。固定无啊个 NG 3届唔知。好啦，你哪行哪啉啦吼。好啦好啦你等下门口个小姐来甲你检查。哎呀，好好好。嗯，好啦好啦好啦。今日唔知奇怪啊，我哎，啊不要最后一个，你什么得来？你要公布你的名哩。对，这里有护照嘛？对啊，这你本人啊？我本人啊，我家己画的哦。无相片护照用画啊？那是什么情形？护照就规定，当时以来相片业证是你本人，你用画你袂通啦。无啊，就找阮吼，阮兜巷口翕相的吼，因阿嬷生囝，啊佮无开因阿嬷几岁？因阿嬷敢若差不多75岁啊。过生囝？啊，袂好摕相片，我家己画啊。哦，拜托你互我通过啦。你什么理由袂用？这照规定就袂使安尼袂使。拜托的啦。是你这我一定爱坐啦。安怎？拜托。是啊，一定爱坐。我要看我安怎打去面啊！拜托的啦，你那我醒来啊！哎，小姐，这照规定，你这护照相片用的这个袂通嘛，这个袂使啦，袂使啦，袂使，袂通，哎，你等去，袂通啦。啊，你唔是爱来甲我念？我等你画过啊！我学过。来，喂，拜托的啦，我叫你走你当过啦！唔是啊，拜托的，拜托的，拜托。你拄则我变啊，所以啊，你讲我就甲解救，无多你想无要紧。好，你这查某囡仔，你真正是耳啊插大面。还有一句俗语，请注意听。后这个，这日本人哦，哦，你那查甫诶，不是啊，不是啊，这才是啊。小姐，用画的，对啊。袂使，无是这相片的相片，你哪可以用画的啦？这袂通啊！袂通，我啊，就讲到巷口迄个阿嬷吼，生囝。75岁。嗯。 75过生囝，对。要袂用啊，的。对啊，你那个阿妈75岁，对，我就讲过啊。袂好摕相片，所以我爱家己画啊。这无法度，你用着迄时你袂使买世界。袂通，拜托啦，无啦，拜托的啦。袂通，你无啦，无下飞机袂使，飞机无你用安尼，你去解嘛袂入去啦。好，来，准备头检查。哎呀，哦，你早应哪个念条条啦？你也袂好过，我袂逐你念条条哦。你真是要念？念。这是公共电视台，真的这种电视台，这主持人安尼敢会好过节？你要我过无？恁爸唔有咧看无？你早个安尼过过日，你真正是美态目包啊！好，来，讲愈个恰当。好，拄啊，这早个呢，愈，硬要愈，什么好笑用话啊，硬要入飞机。拄啊，咱有讲着两句俗语，伊即个情形，第一个叫做耳啊插大面，呀，差大面。第二句叫做美态目包啊。哦，赞成第一句耳啊插大面，举手。四个，什么？为什么是耳啊插大面？因为圆啊，就是黏，算黏啊，个糊安尼黏 PT 啊。啊，你佫落擦大面，规个糊啊，
古早会，古做的黏黏 T T，中破塞队，中破黏 T T，嘿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伊都只拢黏条的黏 T T 啊，啊米台北包啊，米台北迄条啊，较细口边的包啊，对啊，中破塞我，唔捌听过。你意思是安尼吗？对。嘿，我意思嘛是很赶快。无我来讲，你两个是要米台北对对对，包啊米台北硬要包啊吼，啊个规拢安尼拉做伙，拉这会，硬要用嘛，啊个拉做伙啊，硬要桥，硬要巧，硬要弄，有没有拄你？对，哎，来，老师正确答案。因为圆仔是自米做的，啊圆仔炒大面，啊你咱个水搁甲拉变做会啊黏黏、香香爱高高，所以两个就变啊高高甜，两个就黏做伙高高甜。啊另外一句就讲迄个米台北包啊，因为米台北是台北的。嘿，啊！你红根本就订袂落去，所以迄叫米台北包啊，迄是未做直。所以若是讲头啊，伊个护照顶头用画的，咱就用一句就讲好了，米台北包啊，迄是未做的直的。护照袂当迄做，毋过重点是伊一直加碰过高甜，嘿啊高甜，所以应该是圆仔炒大面，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大圆炒圆仔炒大面高甜啊，但是选第一、选第二拢下这个规定啦吼，甲大家拍一个破咧。